其實 K 今日一日之內拍咗3個何文田嘅呢一個新盤，咁其他嘅都已經出咗街噶啦。到咗明轉嘅時候咧，已經差唔多係黃昏嘅時間。大家見到我而家窗面嘅夕陽真係非常之靚，亦都表示呢個樓盤咧可以俾到你一個非常之醉人嘅日落美景嘅喎。其實明轉呢個樓盤咧，我喺舊年都已經拍過噶啦。咁我記得嗰時啱啱開售冇幾耐啦，去到而家都已經沽出咗9成嘅單位。咁再加埋咧，佢頂層有2間嘅天台特色戶。咁我而家嚟到嘅就位於呢個 A 室，成個套內面積咧係有1680尺，係一個咧4房雙套嘅間隔設計。最正嘅就係佢搭埋咗一個咧有成1300尺咁大嘅一個私家天台，前面可以欣賞到咧香港名山獅子山一個磅礴嘅美景啦。因為佢自己都唔似客人咧，佢哋係中意享受翻一個大自然同埋戶外空間嘅。咁你話呢一類連埋過千尺天台嘅特色單位咧，喺同區嚟講就供應比較少嘅。而明轉呢一個項目咧，主要提供翻個3房嘅單位啦，就淨係得呢一間天台特色戶先至俾到你4房嘅。由此可見呢一個特色單位咧係有幾咁珍貴嘅。客人揀得明轉呢個樓盤，當然就睇中佢呢一度嘅優越嘅校網啦。咁佢就位於呢個3/4嘅小學校網同埋九龍城嘅中學校網。經過呢一個內置樓梯，就嚟到咗呢個私家平台嘅範圍，台嘅售面積接近500尺。有個過千尺嘅天台，有埋一個500尺嘅平台，相信一定可以滿足到中意戶外空間嘅呢一類嘅客人啦。咁大平台打算翻個屬於自己嘅迷你花園啦，或者有時同屋企人食完飯之後，咁可以出嚟呢個範圍度咧，欣賞下呢一個我哋香港萬家燈火亮起之後呢個璀璨嘅夜景，都係一個人生嘅大享受嚟嘅。平台穿過呢一個堂門，就入到嚟呢個客飯廳嘅範圍，咁一個4房雙套嘅間隔，連埋一個公民套間，就做咗呢個銀幕式嘅一個落地玻璃窗啦，可以令到成個室內嘅採光度同埋通風度都大大提升嘅。另外呢個都係一個特高樓底嘅一個優點，咁講緊咧佢個樓底有成3.5米咁高㗎，仲有個生活空間都係相當之寬敞同埋舒適嘅喎。而且咧佢一個好大嘅優點就係佢3個房間都帶翻個自己生活陽台。呢個就係第2個房間，咁同樣係間隔方正實用，帶翻個生活陽台。我哋而家嚟到咗主人套房，呢個生活陽台相當之闊落，出個空間可以放翻幾張凳仔，可以隨時坐喺度享受翻一個戶外嘅空間。再加埋佢嘅主人套房嘅空間都相當之闊落，你話咧要做到3邊落床完全冇問題嘅。而主人套房獨立嘅空間都係一個酒店式嘅設計啦，咁我俾咗一個咧內置浴缸。而阿 K 自己最中意嘅咧就係佢做咗呢一個曲斜形嘅觀景窗啦，咁就可以喺度一邊看 SPA， 一邊欣賞咧出邊呢一個獅子山嘅美景啦。明轉呢一間樓王嘅佢嘅廚房佈置，當然都俾到你最高級嘅一個體驗。而咧迎接你嘅，首先就係呢個雪櫃界龍獅來先啦，10仙門嘅一個雙門雪櫃，下面做咗呢個豪宅標配嘅紅酒櫃。呢一度嘅一個城市綠洲嘅美景咧，真係睇極都唔會厭。明轉嘅佈局配套亦都相當之豐富，係足夠滿足到你一家大細嘅需求嘅。咁我哋而家一齊落去睇下佢哋嘅會所啊！咁阿 K 嘅介紹就到呢一度，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頻道，多啲點讚關注，分享翻俾你嘅親朋好友啦。拜拜。